以放的。做在俺人的生活中是最重要的东西，好好保留下来的老建筑，本人感觉像行业时光水土，像是回到头摆的时代，本人想起头摆的事情。以前干先引214模嘅，唔盼地老乾沙因为时代嘅变迁，爱本人拆下。在太学时期，跟同学共下成立了打球记录，用一步一脚印的方式采访，记录人高雄老记录，是发生过嘅每一个生命故事。做布抽纸历史很久了，40多年了。从我47年就开始做鞋子，做到现在我已经都75岁了，看不出来啊，因为我在这里在美农出生的，土生土长，美农以前做鞋应该少。除了讲用结婚的人呀用做皮啊，现在做鞋冇做啊，他本家切个粘皮啊。欢迎小姐，谢谢你们，咁差人来美容来采访我呀，来皮鞋店，我皮都才年纪56年，那开始开始做。做时美容的皮鞋做皮鞋人打蛮少啦，连到马路上都冇到像我打擦脚，打擦脚个上班的人天天做工作的啦，老师啦要做鞋，个卖本洗来做到洗浪鞋，洗浪鞋有踏带的，踏带了，冇带了都比较用带到带子带顺啊。一个老规矩唔带字带顺，比如说人哋客家人嘅是传统嘅啦，香港人都。聽年一年的腳步，人哋來到嘅美濃傳統嘅老鞋店，談呢一件老店嘅故事，也台有歷史嘅做鞋機器，在老師傅嘅手中連發運轉呢。過去在美濃最有名嘅手工做鞋店，因為繼續嘅鞋進來進到過後。手工的皮鞋漸漸咪就沒落誒。以下無人在間老鞋店聽做皮鞋，做鞋嘅機器也冇得運作，像傳到間人合裝鞋嘅功能，看到老頭家間人裝鞋按認真，愛上頭擺鬧熱時期嘅畫面，像做得地太的裝茶運轉上空，尋到頭擺嘅肥味。214模嘅點點談論老師傅嘅故事，馬介留嘅影像記錄，唔但像係面前一間老鞋店，而能還保留嘅幾多美濃客家中嘅故事。我們每個人都很喜歡老房子，然後在記錄這些產業聚落的時候我們自己都學會了很多，就是對高雄的歷史啊。對我們自己的家鄉的故事更了解，然後也在就是各個產業的興衰的過程學到很多東西，然後也希望把這些東西記錄保存起來，然後讓他們就是希望他們不要消失以外，就是如果他們真的是消失的話，我們還有一個證據說他們以前在存在過這個地方。做這個的當初是因為畢業製作，然後可是因為我們畢業之後，還是希望去記錄他們這邊，因為他們不會因為我們畢業之後就不會有任何改變了，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就是借由幫高雄的文化保留的部分，然後盡一份心力，然後
我们可以也靠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呈现给大家认识，更多人认识这个地方，这样子。我们用产业为主题走访了6个地方，有美浓的烟叶聚落、永安的盐田村、红南跟弘毅的社区，他们是炼油厂员工宿舍。眷村的话就有黄埔新村跟海光四村，那最后就是旗津，然后它是渔业的。从毕业制作到现在，然后我们会觉得毕业之后还想要继续做这些，也是因为我们觉得做这些事情，就是记录这些东西是我们觉得很有意义的。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时代在進步，大家都漸漸地趕落去落田邊去咧。在國家竟然回去看一條影片，都為幾好彩，當時有人家記錄下來。唔講係有歷史嘅皮鞋店，還係人業產業。以下本眼人來看，大橋起落，還有記錄來條神奇嘅故事。喺高雄有一群很喜歡落伍嘅後生人，用一定自家方式，一步一腳印去記錄一定家鄉土地上嘅落起落，一定翕相畫圖，將一條可能會消失嘅文化記錄下來。今日我哋個歡喜有請到大橋起落嘅2個後生人，宣瑩同怡琪來到現場。宣瑩、怡琪，你哋好。丽玲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宣瑩。你好，歡迎你來。怡琪你好。丽玲你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怡琪。非常歡迎你們來。今日喺現場，我哋看到嗰度嘅圖畫嗬，又有明信片，又有刊物，又還有海報，呢度全部都係宣瑩同怡琪嘅作品。嗰時候我想問一下宣瑩嗬，大橋起落係乜嘅？你等睇做乜嘅呢？這個是我們的畢業制作的作品，對，然後我們就是花了差不多1年半的時間，然後先是從網絡上或者是書籍先去找資料，然後再實地去採訪當地的居民，那採訪過程中我們也都有做拍攝，對，然後就回來整理成書籍啊，然後文字也會就是在做編輯，對，然後還把就是我們當地所觀察到的東西畫成精細的插畫，然後發展成明信片跟海報，然後我們中間就是書籍裡面也有做照片跟就是插畫的結合，也有文字的部分。對對，咁我哋創作最重要嘅路係靈感來源。對，我想了解一下，你哋從睇畫圖啦，還有你哋想要去那些地方，你會怎麼找到那些地方去做這些調查？其實我們剛開始就整個找大高雄的歷史資料。高雄，對，我們當時就是4個人，那我們就是把高雄分成4個區域，是，對，然後就大家去找，就是每個高雄的每個區，這樣子，然後就是去看說，哎，其實高雄很多地方以前就是都有發展一些不同的產業，就是，所以我們就是都是從這邊去找靈感，然後我們後來就是發現拉出一條軸線，用產業。對，然後就是發現說，哎，這些地方他們其實會聚集，都是因為產業的關係，就像會去匯集成漁村啊什麼的這樣，嗰時候係高雄畫西塊，然後等13年都去一個地方，是這樣子嗎？對。咁我哋講唔等去一個調查嘅地方都係，我哋咧合作美濃，係咪？幾下有冇想到去美濃呢？怎麼會想到要去美濃？美濃嘛，因為它是比較屬於農業的部分，因為我們就是想說要找士農工商商這樣子，對，就是有關產業的部分，它比較偏向農業。對，咁安尼唔曉得講下，不會講客家話。對，其實是不會講客家話，所以那時候剛去美濃是老實說有一點點嚇到。真的哈，有沒有什麼一些個奇妙的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？因為其實去那邊的時候，真的還蠻多人，就尤其是老年人，都是講客家話。對，然後因為我們主要調查的對象也都是比較年紀比較長的長者，對，其實一開始有點嚇到。對，所以可是後來就像我們那時候去到一個
去到一个伙房，然后那时候就听到就是一群老人在聊天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很想要加入，可是发现就是他们就是自己聊自己的，然后完全就是没有办法融入，对，然后是好险后来来了一个比较年轻的阿姨，然后就直接帮我们做翻译，对，有你同翻译都超感，对啊，然后像他翻译完之后，就是那些阿公阿嬷也很就是很热络跟我们聊天，然后甚至后来还唱歌跳舞给我们看这样子，然后还让我们拍照。刚等睇嘅调查的过程里边有冇嘅困难的地方吗？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除了语言的部分，困难是可能刚开始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害羞，就是要面对怎么去跟陌生人讲话。是，对，一开始会这样。可是我觉得其实台湾的人好处就是大家很好的地方就是。他们其实也不会很提防我们，而且就是都很热情、很热心。然后听到我们要做作业啊，然后就会开始就跟我们说，哎，哪边有哪个谁可以访问，就是大家都对我们很好。对，我同等前人来本等访问，会这样子互相帮忙，对不对？熟悉了以后就会比较顺利，对不对？对。不然其实我知道田调一调查亲情库呢，有时间我读到。日头清蓝，太阳很大很热，某路北风落雨啊，就是你会觉得这样的天气之下，用来去亲人。其实讲要跟不熟的人去聊那些东西，其实还挺困难的，知道吗？要先查很多资料。对。那以前呢，有感觉到某个奇妙的事情吗？因为像我们这6个聚落当中，就是美浓算是最远的地方。对。然后，所以我们都是从很早起床，然后到那边去开始做采访的工作。骑摩托车吗？开车。骑摩托车也有，都有，就是都有。就是我们用了不同的方式，各种方式去到美浓，因为它真的很远。对，从市区过去哈，真是有些把眼。有的时候还要去住到那里。对。你们有住在那里？有。那有趣的事情跟我们聊一下。像我们就是从很早的时候会到那边，然后就是经过了就是长时间的记录以后，然后就会就是问我们说会不会肚子饿啊，然后对，很怕我们肚子饿。我了解，我了解，老人家哈，各讲后3年，很多好顺那个叫肚脐，所以有什么东西都拿出来招待你，对不对？非常热情。家里有什么东西就会拿出来。对，然后也会带我们去那个美浓的一些餐厅吃饭。对。所以有吃到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吗？有去像板条啊，水莲野莲，对，野莲，对。所以以前没有去美浓之前是没有体验过，没有跟这些客家人这样子聊过，对不对？平常都是去玩，然后可是没有真正跟客家人接触，没有互动，对，然后就会发现他们真的很热情，真的因为我知道乡下大部分都係老人家留喺睇乡下，故所以定係看到按到後生人去推定記錄每一點故事，老人家親好講故，他們很喜歡講故事。有沒有遇到那種就是一講不完的？有沒有這種狀況？一起？就像有一次鍾大哥那時候就是已經快天黑了，然後還邀請我們說，要不要我請你們喝下午茶？然後就再繼續聊這樣。可是就是真的天都已經快要黑了，所以我們就跟他說，就找下一次。真的，他們都非常的熱情。好，那我哋努力在田調的過程中，不時會讀到嗰度，有年前嘅阿伯伯妹，想要同我哋分享一點嘅故事。下一段，我哋再來繼續談一點兩個後生人來講美濃嘅故事哦。就是我們去訪問採訪的過程中，知道裡面的故事，然後就是以前會呈現的一些畫面，我們就會畫上去。所以房子是當時的狀況，然後你們畫的是過去的那個生活。公司菜的，安尼实體的文化調查，真是係真辛苦。唔過呢，
都像一定頭都講嘅吼，睇父母呢過上地輩呢，會讀到嗰奇妙嘅事情，我哋再來問看咯，一定有讀到嘛嘅嗰神奇嘅事情嘛，吼。像我哋行嘅安度嘅記錄吼，感覺到美濃同其他人哋去嘅記錄有嘛嘅冇同樣嘅嘛？有什麼特色嗎？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的。像我們去別的地方拍照的時候，可能別人會用一種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們，然後說，請問不好意思，你在拍什麼？很防衛就對了。可是到那邊，他們就會很自在，然後輕鬆的，就是對你微笑，然後開始還是自己做自己的事，然後可能想說自己上鏡頭的很開心，然後就一直笑，就是對我們，就是完全沒有防衛心的對我們，就是微笑。對，因為一般對像我自己以前去做田野調查的經驗，就是說，很多老人家他會覺得，你這個該出唔好看哈，就不要拍哈。但是你們遇到的反而都是還蠻開放的，對，都是一些很熱情的寶妹。他們雖然不知道我們在幹嘛，可是還是就是很開心的，就是很開心我們這樣子拍他，很愉快的被拍照就對了。對。那軒穎呢？軒穎，你有覺得美濃跟其他聚落不太一樣的地方？就像他剛剛講的，之前有一次也是在拍田野，然後因為他的田旁邊就有一條路，然後因為那條路上面種很多樹，我們就覺得樹很漂亮，所以我就叫他拍，就站在樹下拍照，然後就剛好一台藍色的貨車開過去，然後裡面那個阿伯就還跟我們嗨，然後就剛好有拍到啊，很熱情，也是直接就是主動跟你們打招呼就對了，所以其實。美濃對人來講，是一個很不一樣，跟其他聚落真的是非常不一樣的體驗，對不對？那像大家呢，前去到美濃調查以前，對客家的印象同實體去行過以後，有冇嘅冇同樣的感覺嗎？就是我們其實就是在做完這一本美濃的這本書以後，我之後跟我媽媽講這些故事，然後她之後才跟我講說，其實我阿嬤以前她是美濃人，你阿嬤就是美濃人，對，然後她其實以前就在煙樓裡面打過工，對，然後其實這件事情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，你以前的晚 CMD 都不曉得，對，然後我覺得就是在採訪這些過程當中，我們會認識一下自己的可能自己的根，然後更了解自己，對，不然其實我之前就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。所以其實有沒客人呢？哈，你也是客家人哦，1/4的客家人。剛才你講的呢，第一本的刊物都係寫美濃嘅，哈，我介紹一下一本美濃嘅一個故事嘛，就是我們其實。我們可能自己不是就是對美濃不了解的人，可能停留的印象是在油桐花啊、紙傘，或是藍山這樣子的地方。然後其實我們真正深入到美濃了解的時候，其實他們就是路上都會有很多一種很特別的建築。然後它的上面會有那個排煙孔，然後我們就去訪問他們，就才知道那是煙樓。哦，一定條白嘅煙樓。然後我們就是這一本就是以煙樓為主，然後所以我們翻開第一章就是煙葉，以這個為做剛開始，對。然後因為美濃其實是以農業為主的產業，所以我們剛開始第一頁是就是一個農夫在工作的樣子，對。哇，你們拍的照片都很漂亮哎。那其實這張是2年前的照片，對。那我們就是前陣子還有再去過一次，是對。像前面這邊草，就是現在我們發現它已經變停車場了啊，變化這麼大。所以如果你等當時沒有去記錄的話，可能景物你現在去看就是完全不一樣的哦。然後像美濃就是一個很美的地方，它是三面環山，然後一面是臨溪的，所以你看到那邊就是房子後面全部都是山。哦，對。對。然後就是美濃很傳統的一個，對，火房哈，火房，對。然後這是美濃的特色，就是煙葉的特色建築是煙樓。嗰貼片呢哈，有照片，然後也有你們畫的圖在裡面。對。
哦，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就是我们希望就是结合现在我们看到景象，然后在就是我们去访问采访的过程中，知道里面的故事，然后像以前会呈现的一些，就是以前会呈现的一些画面，我们就会画上去，就是希望有一种现在跟以前的交错的感觉。哦，所以房子是当时的状况，然后你们画的是过去的那个生活。对，因为几乎现在看不到这个烟叶的是啊，那这个我看一下，它这个部分是他们在种吗？这是种植的采烟叶哦，在采一片烟叶一片烟叶采下来，然后它到时候就会剩下一支，不知道它原本是长这样。OK， 对，所以你们这样子画是它一路过去的那整个过程，是不是？反正就是它要把它运送到里面去，然后最后它会就是在里面做烘烤的动作。哦，原来，这张真的还蛮特别的哈，你们很用心哎，就是想要结合台拜，然后同景家哈结合起来，让大家了解一下过去的景物跟现在非常不同了哈。还有什么特别的吗？然后像烟楼啊，以前在美浓算是有超过快要到2000栋。哇，对，这么多！因为以前他们有一句话叫做3步一烟楼，5步绕烟烧。哇，对，3步一烟楼，所以几乎就是家家户户几乎都是对。哇，2000多个烟楼，所以其实烟真的对美浓来说，烟叶这个产业，是很重要，他们的根哈。对，还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好，那像他们那个制烟其实是很辛苦的，然后他们其实是从早到晚都要去顾到那个烟楼里面的烟叶，然后所以他们其实会住在旁边，就是他们会把房子盖在烟楼旁边，然后随时都会要跑去那边，就是看烟叶有没有烤焦了或是怎样。对。然后其实烟楼可以去代表美浓的一个很团结的精神，就是他们其实像他们会以地缘或是血缘的关系，然后来一起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团结制作烟叶这个。所以是你的意思是说互相帮忙吗？对。哦，东海点工的高工啦，好交工，对我帮你，你帮我，这样只是一个团体。然后像这个它叫富家烟楼，算是那时候美浓最完整的一栋烟楼。对。然后它就是今年美浓大地震的时候，2月6号那一场大地震，它的上面的那个排烟孔被震垮，就是这一栋震垮了。所以你看，还好你们当时有去记录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多东西当下没有拍到，然后之后可能就看不到。是，对，以后可能后代的人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。像这个排烟孔，它是你去看烟楼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会有3个孔，然后它就会从那个，就是它在烤烟叶的时候，它的那个烟会从这边排出来，所以的烟就是从那里冒出去。所以以前的景象其实是很多，就是那个烟楼上面都会有烟排放出来的感觉。哇，那可以想象就是当时的状况是家家户户都在冒烟。对啊，感觉还蛮特别的然后他还给我们结婚照，所以是1990年的结婚照，对，这是1990，然后这是我们2013年去拍的样子。哇，房子也是有一点改变哈，对啊，一点点哈，然后像他们说这个房子其实是就是傅伯伯是他在国中的时候跟爸爸，然后还有叔师傅，就是一砖一瓦自己搭起来，他们自己盖，对，很厉害啊，那就是充满感情的房子哈。然后这是另外一栋烟楼，像这栋烟楼其实它是没有经过翻修过的，所以它是保留最原始的样貌的。对，然后像是我们的插画就是这一张海报，这张海报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以这一栋烟楼去画插画。所以这栋烟楼它是这个海报的主角。对。真是個奇妙，也就什麼睇做嘅事情呢，各有意義。等下呢，我哋話再過來聽一點講，一個刊物呢，裡邊還有幾多嘅故事，我哋休息一下，等下咱過來。
出版他们如果印刷出来，他们对请他们割的话，其实会有一点，就是还是会有一点误差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只好都自己用美工刀，然后这样割。就是因为我们很常就是缝到半夜，就是熬夜缝，对吧？所以很常会很常会刺到手，然后就 OK 绷贴着继续缝这样。啊，等头到唐的眼泪的故事，唐讲呢，一定还有读到白眉冲狗的本等糖哦。就像这个，这个奶奶她手上这个就是主板，对，这就是我刚刚有说到，就是他们就是唱歌跳舞给我们看的奶奶他们，对。然后就是他们4个，那我们后来就是跟他们聊开之后啊，像他们就是唱歌啊、跳舞，然后还翻他们的那个手抄的那个歌词给我们看，而且还跟我们讲说怎么念，教你们唱吗？对，然后就像他们就有拿主板给我们看说，这上面都有他们的名字哦，因为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规定每个人都一定要有一对，每个人都有，对，所以他们每个人都会，每个人都会，而且他们这个还是有比赛的，可以参加比赛，像这个奶奶她就是有参加过比赛，然后得奖，对，得奖的奶奶啊。对啊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还邀请他们说，要不要在家前面，就是就让我们帮他拍一个照，这样，就像这样啊，一等一听归欢喜哈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？而且就是这个照片是一双老人的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冲突的一个画面，这些老人家有没有觉得好神奇哦？怎么可以这么做？觉得蛮惊奇的，真的哈，那像我发现你们的这个刊物呢，在制作的过程中，我觉得应该是有非常多的巧思，对不对？对。像比如说这些颜色，每一本的 set 某空用，某空用的意义没？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吗？我们每一本的会就是按照各区的特色，就像美浓的话，就是它都是农业为主，烟叶，对，绿色的，对。然后就像我们做这个书的时候啊，它就是我们要把它每一本都要用缝衣服的针，是，然后一张一张打洞，就可能分个3张、5张一起打，因为这太厚了，它如果一整叠的话是打不过去，对，所以是你们自己缝，每一本都自己缝。也是自己割裁切，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因为其实如果我们那时候就是发现出版他们如果印刷出来，他们请他们割的话，其实会有一点，就是还是会有点误差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只好都自己用美工刀，然后这样割，对。那所以有受伤吗？就是因为我们很常就是缝到半夜，就是熬夜缝，对吧？所以很常会。很常会刺到手，然后就 OK 绷贴着继续缝这样啊，好辛苦哦。对啊，然后像这一本，它其实我们每一本都会有一个小翻页的设计，然后是希望读者在翻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惊喜的感觉。是啊，对啊。然后它像这一本，它缝线也是有，然后我们就是从这边翻过来，就是那这小折页的用意是？就是它会有一些，就是我们全景的插画会放在这上面，对，让读者也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部分。你等记录嘅东西太多哎，你们记录太多东西，会想要呈现更多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。然后像我们每一本书的这个字，是一个红南社区的爷爷帮我们写的。哦，你说这个封面的这个字体吗？对，每一个字都是他帮我们写。他帮你们题字，他是你们要求吗？还是他自己觉得你们在做的事情很特别，他想这么做？就其实我们去红南社区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房子很漂亮，然后我们就会发觉红南社区每一个春联都是同一个字体。对，然后而且用一点影霞对，很特别的字体。然后我们就去问那个里长，里长就说是一个红南社区的爷爷写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去找这一位爷爷。是，对。哦，他家里就是全部都是毛笔字。是，对。所以是他帮你们题字。对。那我觉得你们这个
刊物，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刚才想要了解一下，都会讲，像安尼销量这家出版这家做，有爱骨头呢，血汗作品，想要问你们，就是，安尼属业刚有法度支持你们的运作。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有在想说，也有在想方法，就是看要怎么让我们自己可以制作这些东西，因为像这些东西不会因为我们毕业之后它就会就是停止消失，他们就还是一直就是，如果你不去记录的话，就一直都在消失啊，也得文化都会跟消失嘛。所以我们像现在也都有在陆续就是听一些创业的讲座啊什么的，对，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让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在制作这些东西，这样。所以就是继续出版，对，维持运作，因为这个是真的够有意义的事情。刚我最想爱谈的係講，但最從頭到尾，最辛苦的部分係哪個部分？最辛苦的，你觉得真的是？就像他是负责编排的，那其实我们去访问的过程其实很快乐，因为就是当作在跟人家聊天，是，对吧？那其实最煎熬的就是最后在我们产出作品的时候，后置，对，就像他要编排，然后我做插画这样，那就常常就可能编排他排版，然后都要拿给我们看，我们觉得好像怪怪的，就要再重排。然后画画也是一样，如果觉得哪边怪怪，要再重画。因为每个人夫妻的工作冇重要，要互相配合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觉得这是你觉得最辛苦的部分？对，因为也是常常我们就是自己一个人就关在房间，然后自己一个默默这样画，对吧？不然就自己这边拍，对。常常一起看日出，这么浪漫，真是痛苦的浪漫。那你觉得最辛苦的部分？就是一样，像孙颖讲的一样，是我们其实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是很开心、很愉快的。像同学，其实其他组的同学都会觉得，为什么我们可以边做边玩？然后可是到了后期，我们自己要关在工作室里面做这些不管是文字或插画、编排，都是其实是很痛苦。所以但是先乐后苦。但是做出来也的作品真是很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喺某年来做一的工作，一的你睇记录嘅东西，个讲都会消失喺的，就消失以后可能都没有人知道这些。像你手上这一本《海光四村》，它其实已经被拆除，就是我们现在去，它现在夷为平地，对吧？好，那我就很想知道，但康登伊原来是一个聚落，都更加变那种某东西哎，你的感受。就是像我们其实之前就有知道，它原本就快被拆掉，可是就是我们在一直拍到就是可能隔壁栋正在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更深刻的感受到它真的快要消失的很快。对，就是它真的在从我们眼前中正要消失。然后其实之前采访的一些人啊，都也搬走了，就会觉得有一种人去楼空，就是很感伤的感觉。刚有读到本来还在台底部的人回来嘛，就是有没有他们一些原来的住户回来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拆，有这样的状况吗？有啊，就是因为他们现在都搬到旁边的那个凤山新城，对，所以他们就是其实在旁边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房子被拆掉啊，对，他们生活的痕迹都按你拆开的，对啊，好可惜哦，但安尼记录。但那感受一定会沉哈，感受非常深刻，对不对？亚基的什么提做的事情呢？真是情感痛爱。希望一定去记录安的东西哈，像那个海光四村，可能我哋某年底一条街有发生乜嘅故事。等一下呢，一定話來分享其他嘅耆老嘅故事。我哋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來。然后像我们去的时候是有人住的时候，然后现在是有新的住户去住，我们就会觉得可能是算是一个新时代的交替的感觉。因为其实我就是新的团队住进去，也注入很多新的元素在里面。
日治时期过后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军人在高雄凤山起的肃杀黑，国民政府遣台过後，順立營將軍的部隊接手的葉片，也接的就成為台灣第一的建村。这里的房子它是日據时代的军眷，国军来到台湾的时候人口众多，所以他必须在后院的部分做增建，所以它每间房子几乎都会有1、2代的风格。木造房子的修缮方式就尽量保留原来的味道，那就是只有做简单的整理，其实就是做到哪里，然后上网求救到哪里。至于木工的话，就是去学基础班，然后再想办法，就是把这里能复原的就复原，尽量不要去大改造它，这样才有老味道的感觉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们会当初会想要来到这个地方？当初就是朋友有丢讯息给我太太，她高雄以住代户，然后刚好也是在凤山这边，然后她就非常有兴趣了，然后就看了她的那个看屋日期，然后我们就跟文化局预约，然后来这边看屋况，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喜欢。我就跟我太太说，如果申请过，我们就一起下来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鱼菜共生，然后这部分你看到是管根的部分，然后后面还会有它的主体在后面。所以这也是你们自己做的？对啊。管根是什么？管根的话就是水在管子里面跑，然后蔬菜种在管子上就叫管根。所以这些上面那些洞都是你们自己挖的？对，自己找工具来自己施工这样。我们目前就种一些简单的空心菜啊，平常可以食用。那也有种罗勒，罗勒的话我们可以用在那个面包上当装饰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发泡炼石，它就代替土壤，还有一些来固定植物，一个介质，然后它也可以培养消化菌，它就是代替土壤的一个介质，因为你土壤放上去，它会跟着水流掉，然后它就是要一个固定住，用海绵也可以。它因为它透过滚动，它可以把一些老的或杂质的东西自行清掉，这样子。其实我小时候还蛮想要养鱼的，但是没有经验，也不知道要问谁。然后眷村之后发现有空间，那就决定来继续研究。那这样就是你们在台北本来就有工作，那这样你们就是下来高雄之后工作要怎么办？我在烘焙工作室待过一阵子，那我就会做一些甜点类。我太太是很喜欢面包，然后她有利用时间去学了一些面包的烘焙课，然后想说来这边试试看。这里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，工作室。所以这是你们等一下市集要卖的吗？对啊，这是全麦坚果面包，它现在很深受那些运动人士的喜爱。是你们自己发明的吗？对啊，我太太研发的，然后我们用30%的全麦都是来自台湾的小麦，在大甲那边。吉丰富因为建村改建计划，打算要来查客。经过高雄市文化局的审查過後，第6省文化景觀成為文化資產，能保留下來。老區的木藝也係有新的出名，希望做得本亞條區木有新的風貌。應用的發展在體美學生活空間，本是用在體驗建村生活跟建築設備。做得前模型迄個 Q 建村，再做一些改變，讓 Q 建村有新的功能。其实，我们在这边就是打狗聚落在这边这样子采访，然后跟记录下来，其实这边也曾经是很多人就是住了好几年的家。像我们也会去参与一些讲座，就是跟别人分享我们的打狗聚落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也希望借由这讲座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自己的
怎么去外面去介绍这些地方，然后怎么记录，然后他们也会很愿意说希望跟我们一起来，就是我们可以带他一起去，然后认识那个聚落，对，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踏入这个环境，然后认识自己的土地的历史。像之前也有人跟我们一起去去外面其他像红南社区一样去拍摄，然后去采访当地的住户，然后他们自己接触住户以后也很多感触，对啊。像这边很多就是住户啊，他们其实都会有一棵属于自己家的树，就是每一家都会种树，然后像他们也会，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果实这样。然后像我们之前访问到一个还蛮特别的，是他家是玉兰花，然后也是60几年了。然后他说，其实这棵玉兰花它很少开花，可是他有发现，就是他们家每次有喜事的时候就会开花，就像他有2次生小孩都有开。对，然后还有一次是他们家妈妈生病，就是得癌症，然后那棵树也长一颗瘤，可是后来那颗瘤就是后来他们把它处理掉之后，然后妈妈的病也好了。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就是多来这边看看，然后多认识一下自己所生长的地方，这样。田田大橋七路，走訪黃埔建村看到嘅唔係路橋嘅物誒，喺時間嘅流逝，間幾篇發生故事嘅地點，也對物嘅唔講時光嘅流逝，以見證嘛記錄等入集嘅發生嘅美麗嘅故事，本藝能歸到棚內看大橋七路，還有乜嘅故事做得跟藝能分享。除了美濃以外，一定還去記錄嘅其他七路嘅故事。一下我哋來請一定介紹一下，其他唔定去記錄嘅幾條地方，有冇嘅特色好冇？好，像除了美濃之外呢，我們還有做養在高雄的旗津漁村，旗津，對，然後我們也是會安插一些小巧思啊，就像就是從煙囪裡面跑出來的海，哦，一個意象，對對對，然後也都是選擇。就是跟每個地方最具代表特色的建築為主體，是，然後再加上一些他們的產業特色在裡面。對，那像這個就是鹽田村，他們以前還有小火車，然後這是他們以前採水的樣子。哇，好特別哦！那他們現在就是比較就是都是發展像這種養殖漁業了。養殖漁業。那像後面這2個就是都是眷村的部分。眷村，對，這是小兵的眷村。海光，就是剛剛消失的那個。哦，對，是。黃埔新村，它是將軍的村，這樣子。將軍村，對，將軍。有嗎？個特別的故事嗎？我聽說是有大象林旺曾經待在那裡，是嗎？就是我們其實又把它畫進去啊，真的，就是安等一下。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問說，哎，奇怪，為什麼我有大象？對啊，為什麼會有大象在那裡？那其實是因為以前大象跟着這個孫立人將軍來到台灣的時候，他一開始是住在黃埔裡面。哇！對，所以其實就是裡面我們訪問到很多人，他們都說，就是以前小時候都常常看到大象林旺在裡面走來走去。對，好奇妙，很奇妙呢。然後像黃埔新村，它是全台灣第一座眷村，是對。然後它之前原本是要被拆除的，然後後來高雄文化局有在做，就是希望它能保留下來，所以它現在是進駐一些藝術家啊，或是想要去住在眷村裡面的人去申請。對，然後以住代戶就對了。哦，有你還得睇嘅提保存呢，給有嘅提保存啊，夠好。哦，對，然後像我們現在可以看，因為其實以前就是有人住的時候，到人搬走的時候，那一段空窗期是就是讓房子落差會很大，因為沒有人照顧，是沒人照顧。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可能也跟以前不一樣。這個時候是你們去拍的時候是還有人住，還有你還得睇嘅。然後像黃埔那個房子最重要的特色是這個煙囪，煙囪，對，我們也有畫在插畫上。有對。然後像。它那時候有一些地方已經被拆掉，對，現在是有在就是保留下來，不過保存的工作真是不好保存呢，哈，因為冇人喺我給如果講我快，所以必須可能真的是要有一些團體進駐，
活化那个空间，对不对？有人房子要有人住，才有人味。是，我们说啊，好可爱。因为我们会去，他们说以前那个没有柏油路，然后地上都是黄土，是，然后所以他们以前都会就是来抓蜻蜓的时候，就是跑步的时候会尘土飞扬的样子，我们觉得很特别，我们就希望把它画在上面。然后，像这一家人吗？对啊，这家人他家其实因为眷村其实很多猫咪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到那时候我们都会带着猫饲料去喂猫，吸引很多猫过来哈，然后这个是火鸡吗？火鸡的蛋对，所以他们养火鸡，对，就是这位戴贝贝他在里面养了一群火鸡，对，然后。就是像眷村里面他们的花园啊，他们都会自己说，就是每一个人的花园里面都会有一棵属于自己的大树属于自己的，属于自己那一户的特别的树，对。然后其实那一棵树就是跟随着他们生长，然后直到他们搬出去，那棵树还保留在那里。那有印象呢。因为我有去过，真的是几乎是家家户户，不管是田老板、亚山底板有青苔的树，对，有很大的树，对。所以你们在记录黄埔的过程中，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？不管是个伤心啦，个快乐啦，个感动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？因为像黄埔新村算是我们去过最多次的一个地方，那我们刚开始就是跟里面的人其实都不熟，那其实我们后来就是一直去，所以都差不多知道说他们在哪个时间点会出来，所以就像可能作息已经很清楚了，对，就可能他们到垃圾时间会出来聊天，所以我们就会在趁那个时候就赶快去那个地方，才能抓到人，才可以问一些故事，对，然后甚至他们那时候还邀请我们去他们那边，里面有那种投10元硬币的那种卡拉 OK， 然后邀请你们去唱歌吗？一起欢唱。对，跟他冲狗然后像我们去的时候是有人住的时候，然后现在是有新的住户去住，我们就会觉得可能是算是一个新时代的交替的感觉。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新的团队住进去，也注入很多新的元素在里面，就是在里面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。对，有艺术类的嘛，对啊，就是各个不同的文化工作。各个不同的种类的人住在这里不同领域的人我去这片进驻，这也代表就是以前这个房子原本是日治时期的人住的，然后后来国民政府来台就会变成可能眷村的眷村的人住在里面，然后现在就变成可能其他领域的人可以住在这里面，就是故事每的时期还在睇下你冇共用，如果发生冇共用的故事哈。有條什麼嘢呢？喺高雄有6個記錄嘅故事呢，用一定之嘅方式嚟記錄下來。公司差嘅愛情感動，喺冇一定來按嚟記錄嗬，有條故事喺擺都冇人知嘅。今日呢，我哋請感謝大家有記錄嘅2個什麼嘢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安島小農嘅故事。謝謝宣瑩，謝謝麗玲，謝謝各位觀眾朋友。謝謝怡琪，謝謝麗玲，謝謝各位觀眾朋友。希望呢，大家透過一定嘅故事呢，可以來共下關心我哋自家生活嘅環境。暗向風化，我哋下次見哦。睇睇時代同生活方式嘅轉變，改到過去嘅記錄，漸漸嘅消失嘅。新嘅建議，舊嘅檢查，留下來嘅將存到對過去嘅懷念。舊嘅某一天唔好，新嘅也某一天好，但係不管用嘅，我哋可以用各種嘅方式去記錄，甚至於保留我哋關心嘅素材。安尼，不管時間有咩變化，我哋總係有可以懷念嘅記錄。